198000唔過20萬，即刻可以賣俾你嚇，紅本在手冇欠款嘅，隨時可以交易。咁如果咧你需要做按揭嘅話咧，都可以嚇，160蚊左右嚇。因為佢仲有啲公攤嘅水啊、電啊呢啲嚇。咁啊呢一個單位大家可以見到㗎啦嚇，198000，如果有興趣嘅粉絲朋友咧，其實咧可以約個時間咧嚟到呢邊嚟睇樓嘅。瑞幸咖啡啦、藥業啦，包括咧美發城啦，仲有 Hello 大家好，我係美麗啊。咁今日嚟到咗承傑一中心商圈呢一度嚇，咁呢一邊咧屬於惠陽區政府啦嚇。咁大家可以見到我身後呢度咧就係屬於老天虹啦。老天虹購物商場背後咧就英之王購物廣場。如果大家唔熟悉呢度咧，打開惠陽區政府嘅呢個地圖，你就知道呢個地段有幾咁成熟啦。距離深圳4號線沙田地鐵站咧，只需要4公里嘅呢個路程嚇。喺呢邊咧樓下咧可見到啦，瑞幸咖啡啦、藥業啦，包括咧美發城啦，仲有咧對面呢度咧仲有一個三和醫院。步行到三和醫院咧，只需要大約咧800米左右嘅啫嚇。非常之近嘅，咁我哋呢一個位置咧，無論係商業啦、配套啦，都係非常之齊全嘅。喺呢度咧，我見到咧呢個十字路口非常之多人嚇。嗱，呢個 location 嚟講咧，應該係好多人咧非常之中意噶啦。咁我自己咧都好中意呢度嘅地段。而家呢度嘅新樓咧賣緊咧都要成9000幾蚊一平。咁今日咧介紹翻套單位咧，總價非常之抵買嚇，一口價小兩房，業主話啦。198000唔過20萬，即刻可以賣俾你嚇，紅本在手冇欠款嘅，隨時可以交易。咁如果咧你需要做按揭嘅話咧都可以嚇，不過按揭嘅話咧就價位要高啲，首期5萬蚊，月供800蚊左右咧就可以輕鬆攞低我哋今日介紹嘅呢一個單位啦。咁樓下咧呢度咧有港式茶餐廳啦、瑞幸咖啡啦，包括咧喺前面嗰度咧仲有我哋呢個土豪美食街。咁我哋咧今日嚟到呢度咧。係屬於一個小型嘅一個屋苑嚟嘅，就係屬於馬斯蘭德。咁呢一度嘅話咧，屋苑嚟講咧係總共咧有3座嘅，有帶埋一個空中花園、空中平台。20萬唔到嘅價位咧就可以買到我哋呢一個小兩房啦。咁其實業主係間出嚟嘅兩房，真真正正咧係叫做一房一廳嘅。咁我哋跟住而家嘅鏡頭上喺樓上嚟睇睇。OK， 咁而家咧嚟到咗單位樓上啦，樓層就唔係太高，4樓下，但係咧呢一層咧直接出去咧就係屬於我哋呢個空中花園啦。咁同層當中咧好多單位咧都係搞緊裝修嘅，所以地下呢度咧都係鋪咗呢啲保護嘅嚇。咁我哋咧介紹翻呢一個單位先。咁呢一個單位咧一入嚟嘅時候咧，我見到咧業主交嘅管理費咧都非常之抵嚇，交咗2個月咧先至160蚊。咁加埋公攤嘅用水用電咧，先至維到翻1個月咧都係即係60-70蚊到啦嚇。我哋介紹嘅呢一個單位咧，佢係有紅本嘅嚇，業主咧係非常之誠心賣嘅。房產證嘅面積咧就48平方，70年嘅住宅產權嚟嘅。如果你做按揭嘅話咧都可以嚇，業主話啦，睇你嘅付款方式，如果一次性同你做平啲，如果你係按揭嘅話咧，佢都有諗過嘅。最低首付嘅話咧5萬蚊，月供800蚊咧就係攞低呢一套咧小兩房。咁其實咧佢呢度咧係真真正正咧可以講得上叫做一房一廳啦，唔算話兩房嘅。但係咧因為佢個職位嚟講，其實佢係可以間開嘅嚇。嗱，呢一個門咧就冇乜特別，就比較普通嘅。後期咧你可以轉翻咧密碼鎖咯，幾百蚊換一個咯。咁呢個門咧睇下自己有冇需求換咯。總價銀碼咧好平嚇。嗱，呢一度咧過翻嚟咧有一個入門做咗一個定制嘅鞋櫃位啦。咁如果我哋咧攞嚟自住啦或者收租啦，其實咧都係夠用夠放噶啦嚇。咁我哋呢一個單位咧，佢係做咗呢啲藝術漆啦，以及咧喺呢個電視位咧仲做咗一個背景牆嘅。其實呢個電視背景牆做個位置都幾靚嘅，客廳咧就冇裝到冷氣啦，但係佢預留咗嗰個窿位嘅，預留咗嗰個擺冷氣機個插蘇位置，你到時咧可以喺呢度咧做翻一個掛式嘅呢一個冷氣機都係 OK 嘅。咁簡單嘅呢個電視櫃咧，呢一個同我屋企嘅電視櫃一模一樣。呢一個電視機咧都係應該係正常可以用到嘅，TCL 嘅。咁似翻呢個電視櫃，我自己買都買咗2000幾蚊嘅。嗱，呢啲梳化啦、家私家電咧，業主都話可以唔帶走，全部都送埋俾你嘅。其實咧呢個廳咧，如果你淨係做一房咧，佢係好寬闊嘅。
因為咧佢個空間感咧其實咧係有接近成4米幾嘅。咁過翻嚟呢邊咧就係廚房位啦，廚房就麻雀雖少，但係都叫做五臟俱全嘅。呢度擺咗雪櫃位，上面做咗一排吊櫃嘅萬家樂嘅呢個熱水器啦，同埋嗰個抽油煙機嚇。咁因為佢係即係單位係比較多嘅，所以其實佢係做唔到我哋嘅呢一個即係煮食爐通燃氣。但係咧你可以用翻電磁爐嚟煮食，咁就比較啱翻啲香港朋友啦嚇。但係咧，畢竟係住過嘅，多多少少啦，呢啲咧都係有啲舊舊地嘅感覺嚇。咁其實咧，即係總價20零萬可以擁有一個咧有裝修嘅，咁其實係真係非常之正嘅嚇。咁呢度咧就係佢間開嘅，分隔咗一個房。咁其實咧呢度咧可以拉翻窗簾嘅嚇，我拉翻窗簾俾到大家嚟睇下嚇。咁樣咧佢就間開咯。即係你如果多人上嚟住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喺呢度咧，即係俾間房咁啊，間一間佢個隱私性咯嚇。呢度就擺咗張1米床，1米床到嘅啫。嗱呢邊咧就係過翻嚟咧就係洗手間，洗手間咧缺點咧就係黑廁嚟嘅嚇，比較細少少，做唔到乾濕分離啊。但係咧座廁啦、淋浴區啦、洗手台呢啲都有嘅，有帶埋抽風嘅。咁佢呢間咧整體嚟講牆身咧都係有重新去整過嘅，所以其實都望起身都保護得比較好嘅。業主話啦嚇，一次性買嘅話咧，仲可以同你計平啲。如果你係按揭買咧，現時咧最平咧價位咧，我係傾到咗24萬。起初佢係要計要25嘅，首期咧就俾5萬蚊，月供咧30年嚟計咧800蚊左右嘅啫。住宅產權嚟嘅。同樣都係呢個民水民電嘅。咁我哋呢一個單位咧喺呢邊咧係有一個露台嘅嚇。呢邊咧望出去咧個位置咧係可以咧望到我哋嘅呢一個樓下咧就係嗰個呢個空地嘅呢一個即係停車場啦嚇。咁我哋咧喺呢個底下咧可見到咧佢係擺咗呢個冷氣機啦呢個冷氣機個位置，呢度都有窗嘅。冷氣機個分氣機個位咧就係擺喺室內嘅。呢度就擺咗個簡單嘅呢個洗衣機嚇。咁呢度咧，如果你唔嫌棄嘅話咧，其實咧即係簡單咁樣作為一個生活區咯，士啤房咯，係咪都可以用到嘅。呢啲插蘇位都有嘅。地下咧呢啲咧全部都鋪埋磚嘅。跟住咧望翻啦，嗱呢間房咧我就覺得比較正啦，佢係落地玻璃窗嘅，光線係 OK 嘅。今日係天氣陰天嚇，我哋陰天嚟拍片，今日落好大雨嚇，朝早落雨。咁呢個位置咧可以望到地標承傑一中心嚇，就係呢一座呢一座咧係屬於268米超高嘅地標寫字樓中心嚟嘅。我哋呢度咧喺單位呢度一晚上咧仲可以望到夜景，而且呢度行過去咧都係好方便嘅啫。樓下港式茶餐廳，係樓下咧就有港式茶餐廳啦，仲有我哋嘅呢啲食肆啦，而且喺前面嗰度咧見唔見到咧？嗰度咧有音樂會所KTV 古明奶茶蜜雪冰城喺呢個角度你拉大俾大家睇下，好方便嘅。呢邊咧仲近翻土湖市場，我哋呢個位置咧屬於土湖，行翻過去500米就可以行去土湖街市。咁你日常咧如果係自己買餸翻嚟煮食咧，樓下就可以滿足到你。咁如果你想要食高質素啲嘅，行翻去頭先我哋喺視頻開頭嗰度咧，大約300米咧就可以行到去天虹購物商場。咁入邊嘅話咧，幾十種肉類啦、蔬菜咧任你去揀嚇。呢間主人房咧係我覺得全家最正嘅地方。首先佢將個光線咧係射晒入嚟嘅，而且佢可以擺到個 king size 大床，而且喺呢度咧仲有埋咧呢啲定制嘅衣櫃嚇。如果咧即係自己咧執拾下嘅話咧，其實咧個空間感係比較好。不過呢個門角講真嗰句比較大，好似有啲開唔到。如果擺翻張1.5米嘅床，可能會開得到好啲嚇。喺呢度咧，佢頂咗一個床頭櫃，兩邊頂咗個床頭櫃嚇。咁價位嚟講咧19萬8一次性嘅一口價嚟嘅，業主話冇得再減噶啦。咁如果咧你係做按揭嘅話咧，就係最低價24萬。因為起初佢係咬死一定要25嘅，但係佢見到我特登過嚟幫佢拍片，佢都願意咧接受少多1萬咁呢一個單位咧兩房總價唔高。價位嚟講咧超抵買嘅，因為咧喺呢個地段嚟講咧似我哋呢個小區同屋
屋苑嚟講咧，基本上租金咧都要租翻1000到1200蚊左右嘅。如果你俾個首期嚟計咧，如果500零蚊800零蚊左右嘅話咧，其實咧真係相當於係人哋幫你去租嚟抵供噶啦嚇。咁啊呢一個單位如果係想要問埋水電費啊、物業管理費咧我哋都可以一次性解答俾你嘅。咁呢邊咧管理費咧就1個半1平方。咁似呢個單位頭先我都講啦嚇，係細積嘅，咁佢係48平方嘅。咁一個月嘅話咧先至72蚊嘅呢一個管理費嘅啫。頭先我哋呢個業主交咗2個月管理費咧都係160蚊左右嚇。因為佢仲有啲公攤嘅水啊、電啊呢啲嚇，咁啊呢一個單位大家可以見到噶啦嚇，19萬8。如果有興趣嘅粉絲朋友咧，其實咧可以約個時間咧嚟到呢邊嚟睇樓嘅。喺呢一度咧，距離沙田地鐵站嘅話咧就10分鐘嘅呢個車程。喺門口呢度咧係有公交咧可以直達到我哋呢個14號線嘅沙田地鐵站嘅，而且呢度咧去到翻惠陽高鐵站咧就20分鐘左右嘅呢個車程。咁我哋 call 架滴滴過去嘅話，大約都係18蚊左右嘅一個價錢嘅。咁似翻深圳朋友咧，其實咧好多咧都有買喺惠陽呢個區嘅，因為呢度咧無論係行呢個沈海高速啦，或者係行翻深汕高速上高速咧，都係比較方便嘅。喺呢度去到龍崗區咧，都係半個鐘頭半小時之內啦。如果去到翻深圳嘅羅湖啦、蓮塘啦，都係喺翻50零到60分鐘左右嘅車程就可以到達噶啦。咁啊，今期嘅呢一個筍盤，如果有興趣嘅粉絲朋友咧，就可以即時聯絡我哋啦。咁今期就到呢度，下期見，拜拜。